哈萨克斯坦召开专题会议，讨论遭受中国政府欺压破坏的哈萨克人避难问题。会议还特别邀请了30名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人参加，并对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早日结束暴行。中国入侵者正在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进行欺压破坏、民族同化和种族灭绝。最近，乌鲁木齐市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发布了正式禁止学校及幼儿园使用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强迫孩子学习汉语。这已形成一种可怕的法律规定，如孩子相互说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中共总领事刘增贤说，最近几年来，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一直处于上升趋势，预计两国之间的关系将超过这一水平，并将日益增加相互合作。中国在南沙群岛的3个岛屿上部署了反舰导弹与地对空导弹系统。英国英格兰地区5月3日举行地方选举，多达150个地方议会，共超过4000多议席需要改选，其中超过40%位于伦敦。这是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去年6月国会改选痛失过半优势后，再次接受选民考验。美国航天局将要发射洞察号火星探测器，这是一架无人火星登陆载具，执行火星的地质演变勘察任务，探查火星地震与地下表的热量转移变化，也是美国航天局在西海岸首次执行太空发射任务。